今日咧，我哋會繼續講耶利米書。耶利米書其實係一卷唔容易研讀嘅書，係大家都公認㗎啦。不過我哋喺我哋嘅基督徒人生裏邊咧，讀完晒成本聖經咧，係我哋嘅責任。如果我哋連見天父嗰日成本聖經都讀唔完，好難讀啊，唔讀啊！啟示錄好難讀啊，唔讀啊！遲啲下個禮拜以西結書啊，都係好難讀嘅，又唔讀啦咁。我話咁你即係你唔使讀㗎啦咁。咁你唔使咩都唔使讀嘅時候，你見天父人哋問你，如果天父問你，喂，耶利米書究竟講乜㗎？我喺嗰陣時嗰個歷史裏邊做過啲乜嘢啊？你知唔知啊？咁即係你啱晒頭嘅時候咧，你係真係好愧疚於見天父啦。嗱，咁我再重複喺舊約裏邊，我曾經用咗，大家記唔記得啊？上個禮拜講過㗎咯喎，信望愛，用信望愛嚟到去表達呢三卷嘅書，三個唔同嘅身份。以賽亞係皇族嘅身份，耶利米係祭司，以西結係亦都係祭司，三個唔同嗰個嘅主題，佢做先知嗰個嘅角色係用信心嘅先知，以賽亞愛心嘅先知耶利米，跟住以西結係一個盼望嘅先知。跟住耶利米裏邊，你從佢嘅經文，你會睇到佢嗰種嘅憂國憂民，嗰種嘅情懷，係一個淚眼嘅先知，係好有感性嘅，係好有人性嘅一個先知嚟嘅。所以亦都稱之為淚眼先知或者哭泣嘅先知，因為佢見到國破家亡，而佢屢勸嗰啲人，而嗰啲嘅人俾佢嘅 feedback 就係、仍然繼續，你有你嘅生活，我有我嘅忙碌。而呢一個嘅説話，佢係從上帝嚟領受嘅。但係嗰啲人去唔去悔改，仍然嘅依然故我。咁先知為佢哋嚟到難過禱告，而佢自己所遭遇嘅逼迫，被人去排擠，被坐監，仲要活喺一個大時代嘅裏邊，要面對一個嘅國破家亡嘅光景。大家記得個背景，個背景就係佢喺呢一個時間裏邊，喺末代嘅五王嚟到去出現。大家記住讀先知書有唔同嗰個嘅類型啦，冇著作嘅先知啦，北國嘅先知啦，南國嘅先知啦，對外邦宣告預言嘅先知啦，同埋被擄時候嘅先知啦。而耶利米就係喺呢五種嘅角色嘅裏邊，去扮演咗喺一個末代、一個大時代嘅裏邊做先知。而上個禮拜我哋亦都講過喺呢個大綱裏邊嗰個對稱。嗱，其實咧有好多唔同嘅研讀方法，我只不過係將整個嘅內容嚟到同大家嚟到去分享。嗱，呢個嘅內容咧，其實呢啲嘅結構咧係叫做文學結構。所謂文學結構咧，其實就係幫助我哋了解先知用文學嘅寫作手法，以至到咧我哋能夠透過呢一個嘅結構，能夠了解嗰個信息。A 同 A 係對稱嘅，譬如話上帝呼召耶利米，耶利米宣講嘅歷史同埋見證係互相對稱一同，因為呢個係開頭，咁呢個係結尾。B 呢個係針對耶路撒冷嘅宣告2到25章。而跟住咧對稱於針對列國嘅宣告46到51章。C 呢個對抗假先知26到29章，對抗百姓同君王32到45章。而中間嗰個就係整卷書嗰個嘅信息，講到嗰個新嘅約，對以色列嘅一個安慰，因為呢個新嘅約係會預言到將來嗰個嘅彌賽亞。而整卷書嘅裏邊，你會睇到一樣嘢。咁冇盼望㗎，唔係啊，有盼望嘅，就係期盼住喺30同埋31章裏面所講呢一個嘅彌賽亞咯。因為亡咗國之後會點啊？我哋嘅命運會是如何啊？後續會係點啊？其實係關心㗎，因為既然先知會講到你哋會亡國，亡咗國之後會點啊？嗱，讀聖經就係要用咁嘅思維去諗啦，係啦。但係上帝仍然應許一樣嘢喎。將來喺佢大衛嘅根苗裏邊有一個彌賽亞嘅出現，而呢個彌賽亞嘅出現係帶嚟咗佢哋將來嗰個嘅復興嘅。咁呢個就係重點啦。
好啦，咁我再講上個禮拜再同大家嚟到講翻嘅時候咧，讀耶利米書辛苦嘅地方喺邊度咧？就係因為佢編排裏邊唔係按順序嘅，係互相好似即係咁講。如果我今日就捧住一卷嘅耶利米書嘅書卷喺度，突然之間跌咗落地下，執翻晒上嚟嘅時候，會係點啊？就係而家咁嘅光景啦。即係有一個神學家就咁樣話，讀耶利米書就係咁慘啦。即係好似有先知捧住嗰卷耶利米書係好順序嘅，突然之間跌咗落地下，執翻晒上嚟嘅時候，佢個鋪排咧就全部亂七八糟。即係話我唔可以話亂七八糟，而係神默示嘅。咁我哋會睇到約西亞啦、約雅敬啦，跟住咧你可以睇到由西底家啦、由約雅敬啦、西底家啦等等嘅嘢。嗱，咁呢個表咧，其實你可以睇翻喺 YouTube 裏邊咧，有擺到上去嘅，你可以睇翻啦。跟住咧，西底家登基啦，嗰啲唔同嘅時間啦，跟住後來講到亡國啦。嗱，你去到由第39章開始咧，就講到亡國啦。跟住到45章咧，就約雅敬4年咯。跟住再講到列國嘅審判，最拉尾 ending 嘅時候咧，就係個結語。嗱，咁所以咧，讀起上嚟嘅時候係比較真係辛苦啲嘅。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從約西亞王嗰度開始講起。我哋從呢個歷史嘅大綱做一個分段先啦。嗱，我睇上一次同大家講過咧，其實讀聖經嘅可以有唔同嘅方法去讀，不過我哋最緊要攞到個重心啫嘛。嗱，咁咧我就從歷史嘅角度去講先。第一個重心咧就係從呢5個嘅王，呢5個嘅王佢喺耶利米書嗰個鋪排。你會留意到嗱，第一就係約西亞王嘅年間第13年喺第1章第2節，而耶和華嘅話臨到耶利米，即係話先知被召。喺呢段嘅經文裏邊交代咗耶利米喺呢一個時間裏邊蒙召。而第二個嘅段落就係喺在位嘅時候，第3章約西亞在位嘅時候，3章嘅6到第10節係責備猶大國假意歸向上帝，即係先知有咁嘅説話嘅時候咧，其實嗱唔好忘記約西亞嘅背景喎。約西亞嘅背景係一個復興嘅王嚟嘅喎，但係先知竟然有責備喎。嗱，竟然咧鬧佢哋，喂，你哋其實你哋嘅悔改都係假嘅，鬧緊佢哋。嗱，咁呢個呢個好緊要嘅一個信息啦。你可以喺由3章第6到第10節裏邊，你顯示出喺嗰陣時間裏邊先知講過嘅嘢。好啦，第二個王約哈斯王啦，呢度咧22章裏邊只係交代咗佢個結局，但係個時間個歷史嘅流程係去緊噶嘛。咁淨係講到佢嘅結局，即係好似冇嘢講係嘛？咁佢個生人喺耶利米當時發生咗啲咩事咧？嗱，聖經亦都冇交代到。嗱，咁所以咧，呢一個嘅王約哈斯王咧，真係亦冇咩資料可以記載嘅。好啦，到約雅敬啦。嗱，因為約哈斯你記唔記得係俾埃及嘅王夾咗佢噶嘛？係咪啊？好短嘅佢做王。好啦，咁跟住咧就係約雅敬王啦。約雅敬王嘅時候咧，佢登基嘅時候咧，就喺26章裏邊記載，耶利米喺聖殿裏邊勸佢哋嚟到悔改。咁咧，但係咧耶利米差啲咧，就要俾佢哋咧嚟到殺害添。好啦，去到25章第4年啦，就預言猶大被擄70年啦。嗱，呢度咧係一個特別嘅宣告喎，因為點解咧？你如果先知講咗，你哋會被擄啊！而你哋嘅被擄嘅時間70年咁耐喎，你信唔信啊？嗱，其實你可以用好常理去講嘅。嗱，你從一個好簡單嘅信息去諗，喂，如果有一個人同你講，你知喎，第日可能會嗱，呢個只係假設啦，只係假設啊，唔好當真啊。可能咧第日咧安省會變成州份嘅某個國嘅州份啊咁，咁你信唔信啊？你驚唔驚啊？你梗係會冇可能嘅，你亂噏嘅啫。你會用咁嘅心態去諗嘢噶嘛？應該係咪啊？正常。好啦，如果既然有一個先知竟然話你哋會將來被擄70年啊咁你驚唔驚啊？講真嘅喎，驚之後你會點啊？
因為你心裏邊冇平安啊嘛，你會點啊？發晒癲騰。咁我哋應該點做啊？嗱，先知跟住其實係講咗啲信息俾佢哋㗎，你哋回轉咯，翻到上帝嗰度咯。其實就來來都係講呢啲嘢㗎咋，係咪啊？跟住過咗冇幾耐，你鬆懈啦開始，哎呀70年鬼咩咁？跟住你喺你個心態裏邊，呢個係一個人嘅正常心態嚟㗎嘛。你要我等70年，即係睇見你呢樣嘢去實現啊？梗係唔會㗎嘛。咁你會諗到就係話，其實當時開頭嘅時候可能會好震驚，但係喺延續喺呢一個嘅預言嘅裏邊嘅時候咧，佢哋不以為意嘅。你要明白呢一個係人嘅心態。跟住第4年嘅時候，第36章1到第8節，耶利米吩咐巴錄寫下書卷，其實係交代咗耶利米書嗰一個嘅時序寫成，因為既然將巴錄嗱，其實你要了解幾樣嘢喎。巴錄係耶利米嘅助手，咁而耶利米嘅助手咧，好似頭先我咁講，某年某月，阿 Jim 曾經喺黎明山浸信會裏邊喺度教主日學，裏邊有好多人幫手。咁嗱，頭先我咪講咗啊，呢度係記錄咗巴錄係幫助耶利米將嗰啲嘅資料寫成。而即係話喺你後世人去睇翻呢啲嘅資料嘅時候，係耶利米所講嘅説話，不過由巴錄謄寫記錄咗，跟住後來再經好多嘅傳遞或者係好多嘅修改編輯而成為咗耶利米書。好啦，第4年45章1到第5節，耶利米吩咐巴錄寫下書卷，並且安慰巴錄。因為當時巴錄亦都備受攻擊，同一黨人，你係耶利米㗎嘛？咁我梗係你寫埋晒啲咁嘅嘢，我梗係要整下你啦，搞下你啦。嗱，咁當時亦都45章裏邊好特意嘅記載到巴錄被逼迫嗰一件嘅事，而佢受安慰。好，第4年第46章第2節，巴比倫王喺加基米斯打敗咗法老尼哥嘅軍隊。嗱，呢個係一個歷史嘅轉折位，因為當時巴比倫已經食咗亞述，再跟住向當時嘅第2大帝國埃及打敗咗埃及，而呢個嘅歷史，因為當時嘅猶太人係投靠埃及嘅，記住喎，佢投靠埃及嘅時候變咗會點啊？冇咗一座靠山。嗱，其實係錯誤㗎，因為佢哋嘅觀念，先知常常叫佢哋要投靠上帝啊嘛。而佢哋去投靠埃及嘅時候，嗰個嘅歷史係反映緊啲乜嘢啊？話你哋嗰個最後靠山都冇㗎啦，咁你點啊？岌岌可危，呢個係一個歷史反應。再跟住第5年，先知梗係勸呢個約雅敬王啦，但係約雅敬王焚燒書卷，耶利米再寫過。第5年輪到約雅敬王嘅災禍啦，嗱，你唔悔改啊嘛，先知講咗俾你聽啦嘛，你會有啲咩嘅後果講咗啦。跟住第35章咧，就用甲族嘅例子嚟到去勉勵以色列人。跟住咧，勉勵佢哋啦。喂，嗱，呢個嘅族咧，佢哋都好尊重律法，守神嘅律法。但係你哋呢班人咧，連神嘅律法都唔守咁，嗱，又係用咗啲嘅例子嚟到去勸勉佢哋回轉。好啦，22章嘅時候咧，嗱，又跳咯，輪到約雅敬王嘅結局等等啦。好，所以你會睇到咧，其實咧，你真係如果你冇呢啲資料去讀嘅時候，嗱，我唔係話好叻啊。但係我係睇好多書，睇翻佢再重新整理嘅，咁你就會知道哦，原來係咁樣走嘅。好啦，講第三個嘅王約雅斤啦。嗱，冇詳細交代，但係喺22章嘅24到第30節裏邊咧，就係論到尼哥亞嗰個遭遇啦。咁而跟住喺24章裏邊咧，就用咗2筐嘅無花果，形容到被留低同埋被擄嘅猶太人同埋被留低嘅猶太人，又用咗2種嘅無花果，一種係好嘅無花果，一個壞嘅無花果，
做一個嘅比喻，預表咗佢哋嗰陣時嗰種嘅光景。跟住去到西底家王嘅年間裏邊啦，27章1.5啦，去到好多喎。27章嘅時候就係預言列國要服侍巴比倫。37章裏邊咧，王不聽上帝藉耶利米所講嘅話。到49章咧就論到以蘭必受懲罰。嗱，跟住咧登基嘅時候，西底家王行惡啦，變壞咯。第4年，假先知哈拿利亞説巴比倫嘅軛要打斷。冇事嘅，冇事嘅。巴比倫咧，上帝一定會看顧我哋嘅。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假先知講嘅嘢喎。第4年51章59到64節，論到巴比倫滅亡嘅預言。咁跟住咧，先知就會講到咧，真係巴比倫嘅滅亡啦。第10年，論到西底家王嘅結局。第10年，耶利米買地。買地係咩意思？我上一堂已經都有表示過嘅，就係佢哋贖回，跟住就係被擄歸回嘅意思。第9到第11年就係巴比倫進攻，猶太就覆亡啦。跟住咧，仲有冇註明到年份嗰啲嘅歷史事件喎？就譬如好似王差巴斯胡爾同埋西番亞去求問耶利米。第24章嘅8到第10節，論到西底家王嗰個嘅結局，咁梗係不好嘅結局啦。西底家王係最慘嗰個結局啦，被鎖啦，挖咗雙眼啦，五花大綁押去巴比倫啦，受盡屈辱啊！巴比倫進攻時，論到耶路撒冷同埋王嗰個結局啦。去到第34章8到第22節就係責備軍民。立約宣告嘅自由啦，但係又反悔。37章裏邊咧，王就差遣猶甲啦，同埋西番亞去求問耶利米。王就求問先知，保護先知。去到第38章1到28節嘅裏邊咧，王暗暗詢問耶利米當點樣做。嗱，呢度裏邊比較得意啲嘅就係，其實西底家知死啦，佢就暗地裏去問耶利米應該點做？咁如果耶利米喺呢度裏邊，如果呢個嘅末代最後嗰個嚟啦，咁你應該點樣啊？你會點樣同呢個西底家王講嘢？咁呢段經文咧，你睇翻38章1到28節裏邊咧，就好精彩啦。你要接受事實，你要接受現實。而家悔改都冇用，呢個歷史嘅洪流已經去到呢個位啦。咁點咧？你要接受事實，而跟住好好嘅回轉翻到上帝嗰度嘅時候，上帝自然有安排。好啦，咁你會睇到從一個歷史嗰個嘅分段裏邊，睇到唔同嘅信息。呢個係其中一種研讀嘅方法。但係如果你可以另外一種嘅方法，我哋慣常嘅咧，我哋就中意用圖表啦。嗱。由於 PowerPoint 裏邊唔可能將喺第2頁嗰個圖表啊，你哋睇翻，你有筆記㗎嘛，係咪？睇翻第2頁嗰個圖表啊，咁如果你睇 PowerPoint 咧，我就將嗰度即係精簡咁寫咗喺度嘅啫。嗱，你睇翻大嘅圖表先，最頂嗰度拆毀同建造係嗰個嘅主題，跟住咧有一節嘅經文咧，就應該喺第1章第10節，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種。嗱，你可以從耶利米書嘅裏邊咧，用呢一節嘅經文嚟到去反映翻整卷書嗰個信息，亦都可以。嗱，咁呢度咧就分成咗2、4、5個大段落。5個大段落，我哋用咗分題，唔係海蜇分題啊，分題就將佢斬成咗5個嘅段落。嗱，呢5個段落係乜嘢咧？第一個段落就係蒙召，第二個段落咧就係拆毀與建造猶大嘅信息，第3個段落就係印證敗壞嘅歷史。嗱，即係純粹係從一個歷史嘅角度去講啦。第4咧就係列國嗰個嘅預言。嗱，通常喺先知書裏邊常常出現㗎啦。跟住就係最後嗰個嘅結語。嗱，你用呢5個嘅範疇、5個嘅分題咧嚟到再睇翻咯喎。嗱，因為點解咧？你如果喺圖表裏邊咧蒙召，跟住隔離嗰度咧就係拆毀與建造猶大嘅信息啊嘛，咁下邊有三樣嘢嘅。
而印證敗壞嘅歷史咧就有兩樣嘅，就由從嗰個嘅年代同埋亡國嗰個歷史裏邊咧去睇翻嘅，就係、譬如好似約雅敬啊、西底家啊嗰個歷史，同埋聖城被毀嗰個歷史。好啦，咁跟住咧第四個咧就係、打碎咗列國嘅預言。咁你會再睇翻啦，列國嘅預言係邊個嘅國提及到啦？佢哋會有受到啲咩遭遇咧？跟住最尾嘅結語啦。嗱，咁跟住咧，你再睇翻個圖表裏邊咧，你就可以睇到個分佈啦。第一章係蒙召，第2到第20章咧就係、10篇嘅講章信息，跟住第21到29章咧就係、9篇嘅講章信息，第30到33章咧，頭先如果我哋用個結構圖嗰個圖表，咪記唔記得個結構圖啊？個中間嗰個位就係講呢段啊嘛，嗰、個彌賽亞嘅盼望啊嘛，新嘅約啊嘛，跟住咧就再講到歷史啦。34到第45章嘅時候，嗰、個歷史咧就你可以純粹係從一個歷史嘅角度，將嗰啲嘅歷史嘅事件咧有條不紊地咁樣嚟到列舉翻晒出嚟。咁跟住咧列國嗰個嘅預言就慢慢逐個角嚟到講晒啦，跟住個結語。好啦，咁跟住嗰個信息啦，嗰、個信息就係、如果從一個咁嘅橫切面去睇嘅時候咧，第一章講到神嘅同在，使到耶利米剛強；2到20章係講到約雅敬時所寫嘅講章；21到29章係預言嗰個重點，嗰、個講章嘅信息係會講到預言被擄之後70年，跟住第30到33章就係嗰個新約嘅信息啦，跟住嗰個歷史啦。歷史就去到第40到45章嘅時候咧，佢哋先知係被逼前往去埃及度啦。咁跟住就係到結語，結語嘅時候咧，特別要留意喺第52章裏邊嗰個嘅經文內容咧，就同列王記下嘅第24、25章咧差不多大同小異，吸過去咁滯。又或者調翻轉，會唔會係列王記下都係耶利米所寫嘅咧？即係有人曾經研究過列王記下邊個寫㗎咁，會可能係耶利米寫都唔出奇喎。嗱，因為喺耶利米書裏邊呢一段嘅經文咧，就同列王記下嘅24、25章咧近乎相近啊。好啦，另外一個方法再讀，從一個大段落，我將佢斬成5段。呢個5個段落咧，呢個段落咧可以分為咧，第一就係論到耶利米嘅蒙召啦，照舊同頭先我所講嘅相同。另外咧就係猶大嘅審判同埋刑罰2到29章，30到44章就係論到復興同埋應許嘅刑罰，第45到51章就係論到列國嘅審判，52章1到34節就係講到嗰個嘅最後嘅結語，係補記翻耶路撒冷嘅淪亡嗱。下邊再細分嗰啲題目咧，就你可以按住呢個嘅題目咧嚟到慢慢嚟到去再研讀啦。包括咗家世時代啦、蒙召任務同埋異象啦。2到29章嘅裏邊係講到軍民領袖嘅罪行啦、降罰嘅原因及時期啦。咁而跟住咧就係論到復興嘅應許同埋刑罰嘅時候咧，有嗰個應許啦、刑罰嘅經過啦。跟住列國嘅審判就係巴錄嘅警告啦。就係列國嘅審判啦，等等，去到最拉尾嘅時候就係一個補記啦。嗱，咁其實你了解到嗰個結構嘅時候，同埋嗰個大綱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已經有一樣嘢可以嗱，唔同嘅進路、唔同研讀嘅方法，你都留意到第一章係一個蒙召，係獨特嘅一章。跟住由第2到第20章嘅裏邊咧，10篇嘅信息係講道嘅信息。哇！你要睇10篇講章喎，咁跟住咧就由21章去到第29章裏邊咧，就有9篇嘅講章喎，又要再睇。即係話，我哋如果要讀耶利米書嘅話咧，就一定要讀19篇嘅講章啦。哇！如果我今日講19章19篇嘅講章，大家瞓低晒啊！即刻，係咪啊？跟住你話，講到嗰個新嘅約，其實頭先咪講咗咯，嗰個新嘅約係彌賽亞嘅盼望出現啊嘛。咁跟住再講完之後，就係講歷史咯喎。個歷史係乜嘢啊？耶路撒冷被毀，亡國嘅歷史，逐段咁樣
講晒出嚟，哇！揭人哋嘅傷，即係嗰個傷疤又揭晒出嚟，跟住再用嗰個乜嘢列國嘅審判，再講到列國嗰個審判由46到51章，係咪啊？跟住 ending， 喂，講完啦，落得堂嘅嚟㗎，可以，係咪啊？但係原來頭先有一個呢位姊妹同我講，其實我想聽你多啲 detail 嘅嘢，啱唔啱啊？咁如果咧嗱，頭先可能有啲人已經滿足咗，我原來知道耶利米書咁嘅結構咁嘅鋪排。不過其實如果我想再進深一啲嘅時候，我咪要踩多一腳落去啊？啱唔啱啊？咁大家就要忍耐啦，因為讀落去真係好 frustration 㗎。好啦，嗱，第一，我用另一個方法啦。其實我今日咧我都同大家講啦，我係自掘墳墓嘅，因為資料太多。我係諗下點樣同你哋 present 呢52章嘅聖經啊，係有難度喺度㗎，你明解嗎？好啦，第一章裏邊其實講到上帝嘅選立喎，因為呢個選立嘅裏邊咧，如果你從經文去睇翻嘅時候咧，就好有意思啦。你不要懼怕他們，因為我與你同在，要拯救你。留意我與你同在，我要拯救你喎。呢幾個字，與你同在，要拯救你。1章第8節嗱，喺18到第19節嘅時候，第一章同樣，因為第一章講明係呼召啊嘛。好啦，我今日使你成為堅城、鐵柱、銅牆，與全地和猶大嘅君王、首領、祭司並地上嘅眾民反對，他們要攻擊你，卻不能勝你，因為我與你同在。嗱，相同咯喎，要拯救你，這是耶和華說的。神講㗎，耶利米可能真係攞住呢句嘅説話。喂，神啊，你話你呼召我嘅時候，嗱，我哋知道耶利米個歷史光景啦。如果我係耶利米嘅時候，我就會拿住呢句嘅嘢啦。喂，上帝你呼召我喎，你話你同我同在嘅喎，你話你會救我嘅喎。哇！而家我遇到咁嘅光景嘅時候，我係咪攞住呢兩節嘅金句向上帝去求啊？話喂，你 call 我喎，你呼召我喎，而家我面對呢個光景嘅時候，呢兩句嘅説話係咪上帝嘅應許啊？因為耶和華說的啊，係咪啊？係嘛？我會睇住你嘅，你放心啦。嗱，其實你諗翻轉頭，上帝呼召約書亞嘅時候，你睇翻約書亞記第1章講乜嘢嘅又係？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個口。我常與你嘅嚟到同在，係咪啊？咪又係呢啲嘢咯。呼召一個領袖去帶領一個艱巨嘅工作嘅時候，上帝好多時候都話：我與你同在。摩西都係，摩西推遲嘅時候係咪有好多唔同嘅理由啊？好啦，你睇翻有趣嘅地方就係耶穌。第1章馬太福音嘅第1章嘅裏邊，以馬內利，以馬內利咩意思啊？神同我哋同在啊嘛，即係話原來當上帝要講話我同你同在嘅時候咧，其實呢啲人咧，佢肯定要承擔一個好大嘅工作喺度嘅。如果你話上帝係我經歷你嘅同在，其實可能上帝要用你都唔出奇。你睇下呢啲人。神都話：我同你同在㗎，我會拯救你㗎。如果你會睇到喺教會裏面有啲嘅嘢，你需要有咁嘅膽識，需要有咁嘅能力，或者你有咁嘅勇氣，去要面對呢個咁嘅世代嘅時候，你會唔會繼續持守住呢句嘅説話咧？神係與你同在，會拯救你嘅。好啦，跟住你再留意喺第1章嘅裏邊，上帝堅固呢個先知。第5節，我造你，我曉得你，我將你分別為聖，我差派你。留唔留意到我 highlight 嘅我字啊？呢個我係邊個我？上帝，耶和華造你嘅，知道你嘅，明白你嘅，將你分別為聖，分別出嚟嘅。你係分別為聖嘅意思，你係與別不同嘅，係與人唔同嘅，
你唔係同人一般見識，而你係與我有關嘅。你唔係普通嘅人，你係我所揀選、所差派、所揾嘅其中一個，而我係與你同在嘅。嗱，咁好唔同喎。再睇，我吩咐你，呢個係第7、第8節。我與你同在，我拯救你，我高舉你，我堅固你。咁多個 promise 喎。如果上帝揾你去做一樣嘢嘅時候，喂，阿 Kifa 你要做團長啦嚇，你話唔得，我冇咁嘅能力啊咁啊。嗱，如果上帝咁樣同你講嘅時候，你會點啊？你撒唔撒冧啊？即刻撒冧啦，係咪啊？我做你嘅喎，我曉得你嘅喎，我將你分別為聖嘅喎，我差派你嘅喎，我吩咐你嘅喎，我同你同在嘅喎，我拯救你嘅喎，我高舉你嘅喎，我堅固你嘅喎。嗱，你會睇到嗰種獨特性嘅。上帝去呼召一個人為佢做一啲嘢嘅時候，佢一定會係有好深刻嘅經歷嘅 ，experiencing God 嘅，去經歷神。如果上帝呼召佢做宣教士啊，假設啊，用呢一番嘅説話去呼召你做宣教士，你又岌頭啊？唔好啦，做宣教士唔好啊，咁啊，係咪啊？但係上帝如果有一日真係要咁樣向你嚟到呼召咧，你會點啊？跟住講下耶利米嘅人生裏邊所面對嘅困難。第一，你睇到原來耶利米喺成卷嘅耶利米書裏邊咧，被囚咗5次咁多喎，好地地俾人拉去坐監喎，因為講嘅説話啊嘛，太出位了，於是被人拉去坐監，甚至乎我呢個只係列舉咗佢被囚啫喎，甚至乎先知被人不尊重，先知被人唾棄，先知被人排擠。當你冇道，你好冇癮啊！唔好用呢個説話，你好 frustration，OK？咁你會點啊 ？What will we do？ 你會點做？你會點做啊？放棄咯。都唔啱我噶啦，你哋都唔理我噶啦，都唔睬我噶啦。我講嗰啲咁正路嘅嘢，你都唔聽噶啦，走咯。或者甚至乎我離開神咯。咁同佢開頭所講嘅頭先上帝咁多嘅 promises 話俾我哋聽，有咩衝擊啊？好大衝擊，因為點解啊？上帝既然揾得你嘅時候，你面對呢個遭遇，佢梗係保守你啦，話明拯救你啊嘛。幫助你啊嘛，高舉你啊嘛。嗱，記住啊，上帝唔係拱你去死喎，記住。上帝只係差遣你幫佢做，完成一個特別嘅 mission。可能呢個 mission 係 mission impossible， 係冇可能嘅。但係上帝就高舉你啦，就抬舉你啦。佢被囚5次，喺城門口被捕，誣告通敵，囚喺牢房。喺牢房裏邊出咗嚟，又囚喺護衛兵院裏邊。嗱，呢個護衛兵院係比較高級啲嘅，喺佢哋嘅軍事制度裏邊咧，等於可能係一個好厲害嘅一個即係一個軍人裏邊嘅牢房。護衛兵啊，即係話可能係皇帝裏邊嗰個嘅即係用錦衣衛去即係類似嗰類啦嘅牢房裏邊啦，囚喺馬基亞嘅烏泥獄牢裏邊。烏泥獄牢裏邊咧，其實咧佢哋咧就係喺地下裏邊掘咗個窿，將你拱咗落去個窿嗰度。而呢個窿裏邊咧有好多水嘅，濕氣好重嘅，你就韞咗喺嗰度。如果越南咧就叫水牢。睇過啲越南嘅戰爭片未啊？嗰啲士兵俾人捉咗之後，掟喺水牢，而嗰啲水牢裏邊咧好多嗰啲黑色一笪笪嗰啲吸血嘅嘢，而有人研究過咧，呢個嘅牢咧喺當時嚟講咧係一個最悲慘嘅懲罰，因為如果你韞喺呢啲咁嘅地方裏邊咧，你就即係冇乜嘢啦。但係韞喺地下裏邊嗰啲窿嗰度，地下有水噶嘛，
濕腳㗎嘛，你隻腳會唔會爛啊？長期時間浸落喺度啊，嗱，其實你會諗到嗰個痛苦啊。跟住被提起嚟，翻到嗰個護衛兵院中裏邊，直到城陷。城陷嘅意思即係耶路撒冷被攻陷。跟住咧，鎖喺猶大被擄嘅人當中，跟住被巴比倫嘅護衛長咧嚟到釋放。後來咧，即係又過咗冇幾耐，被押到去埃及嗰度啦，等等。嗱，咁其實你睇到原來佢嘅工作呢個嘅宣講有代價嘅。仲有一樣嘢喺呢卷書嘅裏邊咧，係用咗一個傳記式嘅描述，喺每一件事嘅裏邊咧，再講翻呢一個先知嗰個嘅歷史同埋佢個遭遇嗰個傳記。咁呢啲嘅經文咧，嗱，你可以從第10章23、24節啦，11章18到12章嘅6節啦，15章嘅10到第18節啦，17章嘅9到第11節啦，14到第18節啦，18章嘅18到23節啦，20章嘅7到第18節咧，去反映咗喺當時先知嘅心聲。除咗講咗呢啲預言嘅信息之外，另外亦都講咗啲宣告嘅信息嘅之外咧，另外又交代咗先知嘅心路歷程。好啦，但係調翻轉，如果你睇以賽亞書咧，以賽亞嘅歷史咧係好少咁樣講法嘅，冇噶，淨係講嗰個預言嗰個信息咯。但係耶利米比較獨特啲嘅時候，就因為喺呢啲嘅經文嘅裏邊有咗先知嘅感情，所以睇落去嘅時候咧就會更加到肉。有感情啊！睇文章咧，嗱，其實我讀文學嘅，睇文章嘅裏邊咧，譬如無論係詩詞歌賦裏邊咧，寫情寫景，跟住一定會係將自己嘅心聲感受抒發咗出嚟嘅。簡單講句，床前明月光係形容有個月光喺呢個床頭嗰度。疑是地上霜，寫景嘅地下裏邊咧，月光好似雪地上裏面一啲雪霜一樣。舉頭望明月，呢個係一個動作，係一個佢做乜要望明月啦？因為第4記裏邊係抒發佢嘅感情，低頭思故鄉。喺文學作品嘅裏邊咧，一定會講到寫情寫景。同埋抒發佢內心嘅感情，而咧呢一個嘅項目裏邊咧，就正係包括咗呢啲嘢啦，明嗎？嗱，咁所以咧，你睇耶利米書裏邊咧，係帶有咗感情嘅色彩啦。如果佢淨係齋係寫情寫景寫事實，與我何干咧？你會唔會咁諗啊？有冇共鳴咧？唔會噶嘛。所以咧呢啲嘅嘢咧就係你嘅共鳴啦。好，去到第2到20章啦，哇，慘啦！嗱，首先咧，我想大家睇一睇個圖表先，有個圖表喺度，第3頁。咁呢個第3頁嘅裏邊呢個圖表咧，大家要記得，因為咧係整個論述嘅裏邊嘅骨幹。譬如咧，我係將經文信息呢10篇嘅信息。嗱，點解會有個主題喺度咧？主題嘅意思就即係話呢一節係成段經文裏邊嘅 key words， 重要嘅經節。你睇熟咗呢一節嘅話咧，你就會知道成篇嘅信息嗰個嘅 key point 喺邊度。嗱，譬如第一篇信息2章1節至到第3章嘅第5節，係交代咗以色列人忘恩負義嘅。咁點忘恩負義咧？咁你慢慢睇咯喎。3章嘅6節到6章嘅30節裏邊係第2篇嘅信息，神慈聲嘅呼喚佢哋歸回。個 key word 係3章嘅第12節。第3篇嘅信息係第7到第10章，7章第3節或者係7章嘅第7節，講到佢哋嘅敬拜。佢哋敬拜啲乜嘢咧？佢哋敬拜偶像，佢哋唔係敬拜真神，佢哋偽善嘅宗教生活，等等嘅嘢。好啦，咁跟住咧，去到第4篇嘅信息啦，11到第12章啦，就講到佢哋破壞咗約，
因為佢哋係屬神嘅子民，有約噶嘛，係咪啊？摩西之約噶嘛，啊，摩西之約嘅裏邊喺申命記嘅裏邊更加提及到呢個禍福之道啊嘛。你哋選擇生命嘅時候係選擇蒙福嘅道路啊，定抑話咒詛嘅道路咧？嗱，因為佢哋破壞咗約之後，就承受咗而家嘅後果啦。嗱，呢個又係同我哋讀五經嘅時候有關係嘅喎。好啦，呢個約嘅破壞啦，到第五篇就係驕傲係敗壞之先。佢哋因為喺猶大國家裏邊，佢哋會覺得，我哋咁嘅生活，我哋好 enjoy，我哋好 happy 啊！甚至乎咧，我哋慢慢遠離神啊！呢個神唔重要啊！咁咧就喺呢個裏邊去論述到嗰個嘅主題啦，就係講到其實係佢哋嘅心態，反映緊佢哋對上帝嗰個嘅不尊重。嗱，於是咧，你由咁睇嘅時候咧，由第一篇去到第五篇嘅時候，咁你已經讀咗13章嘅咯喎嘅聖經啦，12章嘅聖經來扣咗第一章啦，蒙召係咪啊？10篇嘅信息裏邊講咗5篇啦。好啦，跟住咧後邊嗰7章咧就係後邊嗰個嘅信息啦。第6篇嘅信息就係第14到第15章啦，講到神定意要審判或者係代禱佢哋無效啦。第7篇嘅信息，第16章去到第17章嘅第18節，佢哋無法逃避審判啦，加倍嘅罪，加倍嘅報應啦。咁跟住第8篇嘅信息就係第17章嘅裏邊，去到第19到27節啦，就係講到以安息日為聖日啊！呢個比較特別提及到安息日，點解會咁咧？嗱，因為其實佢哋嗰個宗教生活正正反映緊佢哋離開咗上帝，甚至乎佢哋星期日，上帝要佢哋遵守安息日呢一個咁重要嘅日子，佢哋都忘記咗、忽略咗。於是咧喺呢度裏邊咧，再重提翻呢一個守安息日，其實就係衍生到乜嘢咧？就係話佢哋嘅宗教生活腐敗，而宗教生活失落咗嘅時候，佢哋慢慢遠離神咧。等於咁講，如果你嘅工作 always 星期日都要返工嘅，咁你冇敬拜嘅生活，咁你同上帝嘅關係係咪慢慢嘅疏離啊？相同道理嘅啫。咁所以咧，有啲人咧真係好愛主咧，佢話星期日要開工，我就唔去做呢份工啦。即係我有識呢啲咁嘅人，因為佢會知道原來星期日要返工會令到我哋嘅教會生活咧，甚至乎我哋嘅宗教生活咧係有影響嘅。咁於是佢就做咗個取捨啦，佢愛上帝，佢唔去做呢份工，等等。好啦，第9篇嘅信息，第18章啦，神管教以色列嘅目的啦，就講出咗點解佢會施行懲罰、施行審判啊？希望佢哋回轉咯，係咪？好啦，咁你第10篇，第19到20章啦，就講到耶路撒冷一定會被摧毀嗱，因為犯罪啊嘛。而另外第二個因素就係話列強嘅開始強大強盛啊嘛，而佢自己冇去更新反省，以至到真係呢個嘅預言就實現咗啦。嗱，咁從呢一度嘅信息嘅裏邊咧，我哋就會了解到2到第20章呢10篇嘅信息啦。嗱，呢個只係一個 key word 啫，仔細重點慢慢可以再讀。嗱，今日時間關係啦，第一篇嘅信息咧就係講到提醒百姓啦，昔日上帝嘅帶領與救恩啦，就被以色列民離棄咗神啦，冇選到上帝為佢哋嘅倚靠啦，以偶像成為佢哋嘅倚靠啦，仲自我表達係自己無辜嘅，咁咧先知亦都宣告猶太日後會被刑罰，佢哋係咎由自取嘅。跟住第2篇嘅信息由3章嘅6節去到第6章啦，就講到先知以北國以色列亡國嚟到提醒猶大國。嗱，你睇下北國亡咗咯喎，你哋係神嘅子民，12支派裏邊嘅剩餘者，因為猶大國係2個半支派啊嘛，記唔記得？10個支派裏邊北國嘅以色列亡咗國咯喎，咁點啊？你仲唔知醒啊？神已經做咗個咁大嘅懲罰啦，北國亡咗國咯喎，南國點啊？於是當時雖然係有
約西亞嘅中興，但係流於表面，假意去歸順上帝，責備猶太嘅奸詐，比以色列嘅明明悖逆仲不如。其中亦都有當中裏邊有講到好緊要嘅信息，即係彌賽亞嘅信息，就喺第3章嘅第15到第19節啦。嗰個牧者啦，亦都呼喚咧嚟到去背道嘅子民咧，快啲回轉，否則咧仇敵就由北方嚟到啦。咁跟住咧責備百姓不敬畏神，滿係罪惡不義嘅事，預言強敵係會從北方嚟到，殘忍殺戮呢一個嘅災禍啊！你哋好快就會出現啦，你哋仲唔知醒啊？嗱，其實你睇到嗰個進路啊，係不停嘅 repeat 又 repeat 又 repeat 咁嘅信息㗎。你會唔會好厭煩啊？嗱，你講真嗰句啊，你問心嗰句啊，如果係有人成日咁講，叫你哋 return to me 咁，你咁講，你會覺得佢煩啊？咁你會點啊？好憎呢個先知，好憎呢個人，咁煩㗎，成日都講呢啲咁嘅嘢㗎，講一啲 happy 啲嘅嘢得唔得啊？咁佢哋咪去求問假先知咯，假先知就話：你哋求問我啊，我俾啲平安嘅信息嘅你，但係呢啲嘅平安嘅信息唔係平安嚟㗎嘛，咁你唔明解嘛？而你米書佢曾經講有咁嘅一個説話嘅喎，係嘛？好啦，嗱，再睇第3篇信息啦，第7到第10章啦，警告子民唔好淨係依靠聖殿，要遵守誡命同埋敬虔嘅心，先能夠得福嘅。亦都責備百姓硬頸悖逆。先知亦都為到錫安被毀嘅景象嚟到哀哭，跟住宣告耶和華嘅大能，求告神審判時有憐憫。呢個第3篇信息。第4篇信息11到第12章，喺第11章嘅裏邊咧，耶利米亦都呼籲猶大嘅百姓去悔改，因為佢哋違背咗神嘅盟約，唔遵守神嘅律法嚟到去拜偶像，亦都先知預言咧，猶大將會係被上帝嚟到去懲罰。咁嚟自北方嘅一個敵軍，佢哋好似一窩啊！你記得嗰個嘅預言嗎？杏樹開花同埋嗰個北方嗰個鑊咧，好似佛水咁樣傾倒出嚟啊嘛！咁啊殺到嚟啦，你哋係無可避免嘅。咁於是咧，如果你哋仲唔悔改嘅話，呢個城市就會被毀滅，家人同埋朋友咧會被殺同埋會被擄走。嗱，又係重複呢啲説話喎。好啦，再睇12章啦。耶利米為咗自己嘅逼迫向上帝嚟到發問，即使係惡劣嘅環境，但係神亦都係喺當中裏邊將佢哋嘅保護。耶利米問神啲乜嘢咧？就話佢質疑點解義人會受到惡人嘅逼迫，而惡人卻係繁盛昌盛。咁呢一個嘅信息係咪等同哈巴谷嘅疑問一樣啊？哈巴谷書係咪問一樣嘢啊？點解罪惡真理顛倒咧？義人點解要受苦咧？同樣先知一樣係咁嘅發問，一個好人性嘅問題。跟住神嘅回答就係話：雖然義人可能會受到逼迫，但係上帝會保護佢哋，惡人將會受到懲罰。嗱，神就係咁講呢句好簡單嘅説話啫喎。義人受苦，但係上帝保護保守。放心，跟住神嘅應許就話：神向耶利米保證，佢將會被保護，並且佢將會成功嘅嚟到傳揚神嘅信息。第5篇信息第13章啦。咁而耶利米咧就做咗個行動，就係用咗1根嘅麻布束腰，然後咧就藏咗喺幼發拉底河嗰度嘅一個石洞裏邊，咁咧讓佢嚟到變壞。咁呢個係一個比喻嚟。嗱，呢個係一個行動嘅比喻，咁你會覺得先知做咩做埋啲怪嘢啊？咁嗱，呢個比喻咧講你哋唔明啊嘛，咁我咪用比喻同你講咯。嗱，其實耶穌亦都係一樣噶，記唔記得路加福音裏邊咧？耶穌開頭嘅時候用失錢、失羊、失埋最重要個仔浪子嘅故事啊！三個故事有咩相同嘅地方？有關聯嘅地方啊？同樣都係用比喻啊嘛。
比喻到耶穌去尋找拯救失喪嘅人啊嘛，失咗個錢，佢哋揾到嘅時候係咪好開心啊？失咗個羊，嗰個牧羊人掉低咗99隻羊去尋找嗰隻迷失嘅羊，跟住好高興嘅話俾人聽：我揾到嗰隻羊啦！咁係咪？跟住嗰個佢個仔啊，失而復得啊嘛。嗱，你留意喎，用比喻去解釋一個嘅故事嘅時候，係咪會更加令到你攞到嗰個意思喺度啊？而呢一個嘅比喻裏邊帶動咗一樣嘢，嗱，呢條嘅腰帶係代表咗啲乜嘢咧？其實就係預表到咧南北二國呢條腰帶係攞嚟束腰噶嘛。你試下，即係等於我哋嘅皮帶，你試下唔帶皮帶就咁出街啦，你條褲如果鬆嘅時候會點啊？裙拉褲甩咯，即刻失禮死人咯，啱唔啱啊？而呢條皮帶係失去咗功用，因為呢個帶子係代表咗南北二國啊。咁而咧佢哋嘅敗壞腐爛到係唔可以成為一條帶子再有功用啊，攞嚟束腰啊。嗱，咁嘅意思喺度。嗱，其實即係話你聽，你爛咗一半㗎啦，因為你北國亡咗啦嘛，你剩低嗰條嘅帶子可能斷咗一截㗎啦，已經腐爛咗㗎啦。咁而家點解會擺喺嗱？有人會問喎，點解會擺喺幼發拉底河嗰度啊？幼發拉底河其實就係巴比倫嘅發源地，同埋亞述嘅發源地，明嘛？咁所以咧，呢一個係好有特別嗰個意思喺度。呢個係第13章嗰個信息，第6篇信息啦，14到第15章，神降災俾悖逆嘅子民嚇。咁跟住咧，呢一個咧係一個旱災。嗱，記唔記得讀以利亞嘅時候，嗰個旱災係幾年冇落過雨？幾年冇落雨喎，你知唔知啊？嗱，呢個咧就係正正係應驗咧喺申命記裏邊啊嘛。嗱，呢個懲罰咧旱災係逐步嚴峻嘅喎，因為天災人禍會令到你會思想到，咦，係咪我哋犯咗罪咧？有咁嘅思維喺度諗嘢嘅喎。咁所以咧，其實上帝又藉住一個旱災向佢哋嚟到做一個提醒，因為你哋曾經經歷過旱災嘅，以利亞時代嘅時候有個旱災喺度，而家同樣喺呢個時代裏邊咧有一個好大嘅旱災，唔落雨，咁亦都可以讓佢哋去醒覺啦。咁而耶利米咧就求神紀念佢哋嘅痛苦，神應該去拯救佢哋。咁跟住咧，猶大嘅罪深刻不可塗抹，但係神監察人心嘅，睇到一切嘅肺腑心腸，唯有信靠神咧，先至能夠得到拯救。咁而家喺度裏邊喺呢一兩章裏邊嗰個經文裏邊咧，如果用新約一段好緊要嘅信息就係話，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嘅名，我哋可以嚟到靠着得救。好啦，到第7篇信息，16到第17章啦。主要嘅信息就係講到上帝命令耶利米唔好娶妻。嗱，好得意喎嚇！點解上帝叫耶利米唔好娶妻啊？因為係一個預表，唔生育兒女係表明咗將要審判猶大，因為佢嘅罪過無法逃脫。另外，上帝係藉此強調咗猶大嘅罪惡深重，以及佢哋即將嚟到嘅審判，同時亦都呼籲佢哋悔改。咁而上帝使用列邦嚟到審判猶大，因為猶太人係唔再聽從上帝嘅教導。好啦，呢一個裏邊咧，其實有一啲嘅解釋書話，耶利米唔娶妻嘅原因就因為，如果你生喺一個苦難嘅當中，你有仔女係咪一個嘅重擔啊？第二樣嘢調翻轉佢諗，唔去娶妻嘅時候，佢係咪可以專注啲啊？做神嘅工作而冇後顧之憂啊？有時候如果真係要殺佢嘅時候，禍不及妻兒喎，係咪啊？會係咪會增加咗先知嘅痛苦啊？嗱，呢個只不過係從一個人性嘅角度去解釋呢一個嘅事件啊。但當然啦，上帝有佢嘅心意，叫先知唔好娶妻嘅時候，係有佢叫佢獨身，係有佢嘅意思喺度。第7篇嘅信息嘅裏邊咧，跟住講到第17章啦，係揭示罪惡嘅根源，指出咗猶太人嘅罪惡根源係心裏偏向啊，寄託於人而唔係信靠上帝。咁呢一度裏邊咧係講到人嘅罪啊，人心比萬物詭詐，人嘅罪惡，你諗下
係幾咁嘅即係恐怖啊！人心底下裏邊深層嘅一面咧，其實可能我哋唔知啊自己啊，但係原來有好多人嘅心理學家裏邊咧嚟到去做研究做分析嘅話咧，其實人心底裏邊埋藏咗好多嘅惡行喺度。嗱，你試下，你揸車嘅時候咧，其實你嘅情緒已經反映咗一樣嘢啊！做乜搏我個位啊？做乜食咗我個位啊？跟住可能有啲男性咧就會講句粗口嘅。跟住咧，做乜呢個人啊亂咁行過馬路啊？嗱，其實你係會從不知不覺間嘅裏邊咧，你將你自己心底裏邊嘅流露咗一句真實嘅説話出嚟。你有冇留意你自己有時會揸下車，自己同自己講嘢啊？搞錯啊！咁樣揸車㗎，有冇搞錯啊？亂咁 cut 我線，即係話其實你係好 bitter 㗎，你明唔明啊？你係好苦毒㗎，明解嘛？嗱，呢個就係你個心底裏邊埋藏咗嘅嘢啦。心裏邊嘅偏向。第8篇信息安息日，我唔講啦，頭先咪講咗啦。第9篇信息就係講到用一個窯匠，窯匠啊！嗱，你做陶瓷就知啦，水杯嗰啲咧，瓷嘅水杯啊，咁你咪用呢啲 ceramic 啊？睇過人鬼情未了未啊？你哋睇過啦嘛？咁咪做陶匠啊？喺度，係嘛？好似好浪漫，係咪？我就真係喺嗰套戲裏邊，我就知道窯匠啦，窯匠係做陶瓷嗰啲。原來咧呢度裏邊咧，神係嗰個窯匠，而以色列咧就係泥土。百姓頑固拒絕神嘅主權嗰個彰顯啦，就係警告同埋審判，陶造耶利米啦。但係第10篇信息咧就好得意嘅，又用翻陶匠呢樣嘢咧，就講到陶匠嗰個嘅碎裂破碎。呢個陶匠本來係一個好靚嘅器皿，但係上帝唔要，砰打爛咗。咁呢度咧裏邊咧。嗰幾段嘅信息咧就係陶匠嗰個瓦罐啦，書帕爾嗰個打壓啦，先知嗰個掙扎同埋順服啦。嗱，唔經唔覺咧，咁我哋講咗10篇嘅信息咯喎。好啦，咁啊第2個組合，咁你要快啲講啦。咁咧為咗爭取時間起見咧，我哋揭去最拉尾嗰度第7頁。第7頁嘅裏邊咧，我就交代咗嗰9章嘅信息啦。第1篇信息就喺21章，就係講到耶路撒冷必會滅亡。第2篇信息就係22章，數算猶太王室嘅罪啦。第3篇嘅信息就係責備虛假嘅牧人啦，即係話佢哋嘅領袖。第4篇嘅信息就係23章嘅9到第40節，係斥責佢哋虛無嘅假先知。第5篇嘅信息喺24章，兩筐嘅無花果樹嘅比喻啦。第6篇嘅信息就喺25章，斥責猶大同埋萬國。第26章係第7篇嘅信息，聖城係會一定會被毀滅。到第27、28章裏邊咧，就係服侍巴比倫，順服神嘅管教。第29章咧就係講到第9篇嘅信息，就係服侍巴比倫或者隨遇而安。點解會講到隨遇而安啊？因為歷史已經發生咗啦嘛。冇得改變啊！呢個事實。好啦，嗱，咁咧我就唔再詳細多講呢9篇信息啦。咁但係咧，其實頭先有心慢慢聽書嘅時候咧，都係大同小異嘅啫。好啦，跟住我哋個重點去到3.4啦。嗱，個重點3.4嘅裏邊咧係講到啲咩嘢？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信息嚟嘅，一定要講嘅。嗱，咁呢個雙重嘅信息係講到審判嘅聲音啦。就係呢個雙重嘅信息咧，就係呢個審判嘅警告咧，就係話上帝係會透過列邦嚟到審判唔悔改嘅猶太人，因為佢哋背約。另外咧，神係以永遠嘅愛嚟到愛呢一班唔可愛嘅人。跟住哀慟嘅必成為咗歡呼，而子民係被引導走翻正路。神好似牧人一樣嚟到看顧佢哋，即係。簡單幾句咧，就將整段嘅信息嚟到去即係 summarize 咗。咁而咧，跟住就講出咗一個復興嘅盼望。上帝係應許喺審判之後，將會猶大係會從呢個被擄之地會帶回，
重建佢哋嘅生活同埋國家，亦都可以咁講，佢哋嘅歸回係除盡咗一切嘅罪，佢哋被拯救、被醫治、重作子民，關係恢復，喺萬國當中裏邊嚟繼續做見證，彰顯神嘅大能同埋公義。即係話而家未到最後啊，仲係喺當中裏邊咧，其實上帝凝聚緊佢哋，但係呢一啲嘅事實會慢慢嘅嚟到出現。好啦，第二個信息就係講到有關新約嘅信息啦，新約嘅預言。咁而呢個預言嘅裏邊咧，喺31章嘅第31節講到就係話，上帝會同佢哋重新立過一個嘅新嘅約，律法寫喺心上，各人咧亦都會認識神，罪孽會被赦免。而上帝向百姓嚟到發出好多嘅應許，包括咗恢復佢哋嘅國土啦，賜俾佢哋有平安啦、喜樂啦、建立新嘅約啦、赦免佢哋嘅罪啦，並永遠紀念佢哋添。咁呢個咧亦都可以睇到，即係話上帝係呢個嘅預言咧，係必定會嚟到去實現。好啦，咁跟住咧提及到彌賽亞嘅盼望啦。咁呢個彌賽亞嘅盼望咧，就亦都會喺佢哋嘅族系裏邊啦。有大衛嘅苗根啦，嘅苗裔啦，咁後來咧亦都會以一個公義公平嘅角度嚟去建立一個新嘅角度嚟到去讓佢哋嚟到去翻到上帝嗰度。咁呢個係一個新嘅約，彌賽亞嘅盼望。咁呢個咧亦都係同新約有非常之嚴謹嘅關係，因為喺新約嘅裏邊係強調到耶穌嘅嚟到。而呢一個耶穌嘅嚟到裏邊，我哋再睇翻舊約嘅裏邊咧，舊約常常嘅嚟到預表到彌賽亞嘅降臨、彌賽亞嘅出現。咁如果咧你唔睇翻舊約裏邊，原來點樣去預言到耶穌嘅出現嘅時候咧，咁你就會接唔到軌啊！去到新約嘅裏邊，淨係講到耶穌愛我哋咁，但係原來喺舊約嘅裏邊用咗好多唔同嘅經文嚟到將呢一個嘅信息帶出咗。好啦，跟住咧對最拉尾呢一段嘅信息裏邊30到33章裏邊咧，提及到耶路撒冷嘅預言啦。嗱，呢個預言咧就只係會講到咧耶路撒冷會變成荒涼，巴比倫嘅大軍會壓境、會侵略、會擄佔好多嘢。咁而耶路撒冷慢慢會交咗喺人嘅手裏邊。但係神話我係耶和華。凡有血氣嘅神，係凡有血氣嘅神，豈有我難成嘅事麼？即係話耶路撒冷被拆毀，但係唔好忘記喎。如果我哋讀頭先開頭講到耶利米書嗰個總綱係乜嘢啊？拆毀之後又重建啊嘛。第二嗰個最頂嗰度，為要施行拔出、拆毀、毀壞、傾覆，又要建立栽植啊嘛，係咪啊？傾覆咗耶路撒冷之後，後來會點啊？耶路撒冷後來又復興翻咯，係咪啊？又重建翻咯。嗱，呢個咧就係上帝嗰個應許啦。嗱，咁我哋要記得啦。好啦，嗱，呢個段落大家要記得嗰個信息咯喎。跟住第4個嘅大信息就係講到個歷史啦。嗰個歷史咧就係由約雅敬、西底家存亡嗰個實錄，由第34章到39章啦。咁逐點咧我就唔多講啦。咁跟住咧第二個重點就係講到聖城被毀啦，40到第45章啦。咁嗰度咧有詳細嗰個歷史，咁你可以慢慢翻去睇。咁跟住咧我又再講到列國嘅預言啦。呢度係第5個部分。呢個列國嘅預言係講到啲乜嘢咧？就係點解會有列國會被審判啦？因為列國敬拜偶像。第二，驕傲自誇。第三，攻擊選民。第四，神嘅權柄。第五，惡貫滿盈。嗱，呢個係佢哋被審判嘅5個原因。而旁邊喺筆記嘅裏邊咧，列舉咗大量嘅經文喺耶利米書裏邊出現。咁我就唔再讀啦。嗱，好啦，咁啊，你會問邊啲國家會受懲罰啦？咁嗱，呢度裏邊咧有9個嘅國家列舉咗，包括咗埃及啦、非利士啦、摩押啦、亞捫啦、以東啦、大馬色啦、基達同埋夏瑣啦、以蘭啦同埋巴比倫。好啦，
其實如果夾埋咧，應該有10個國家嘅嚇。咁呢啲嘅國家受到咩懲罰咧？咁埃及就會被強大嘅軍隊被瓦解啦。非利士就因為佢哋異教嘅風俗啦，被耶和華咧用刀嚟到攻擊啦。摩押出產葡萄，佢哋被倒咗出嚟咧，啲葡萄汁被倒咗出嚟咧。跟住亞捫係點啊？佔領迦得，被擄趕出啦。以東咧就以智慧出名。嗱，俄巴底亞書嘅時候大家讀過啦。咁佢哋咧亦都會被傾覆。大馬色結果就被拋棄。基達夏瑣牲畜被擄，係一個遊牧民族。以蘭就以強弓出名，佢呢把弓就被截斷嚟到形容。巴比倫咧就係、佢侵略人哋，後來亦都同樣俾馬代波斯所取替。佢哋去搶掠上帝嘅殿嘅物件，亦都被人哋去報仇。咁而預言咧，馬代波斯咧嚟到攻擊傾覆佢哋啦。OK， 46到51章啦。咁講完啦，52章講完落堂。咁咧其實咧52章裏邊咧就係講到，即係做一個總結，係將耶路撒冷被巴比倫毀滅嘅歷史事實咧，重新嘅嚟到再一次嘅嚟到描述。咁咧亦都係被視為耶利米書嘅一個終結。咁展示到咧上帝去審判彰顯咗佢嘅公義嘅審判，同時亦都埋下咗一個未來嘅伏筆。呢個伏筆咧就係指到有以西結書啦，跟住後來彌賽亞嘅出現啦，等等嘅嘢。咁而呢度嘅記載咧，頭先都講過咧，就係同列王記下嘅24、25章咧係相同嘅。咁所以咧就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史料啦。好嗱，咁今日咧多謝大家嘅忍耐，係唔容易講噶，skip 咗好多嘢。不過你翻去睇筆記啊，好唔好？特別喺第2篇嘅由第二組嘅講章嗰9篇嘅講章咧，你再睇翻點解佢會被擄70年咧，等等嘅嘢啦。歷史嘅事件咧，因為歷史嘅事件我冇講嘅，咁你可以再去翻去慢慢再睇。